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还有10分钟，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礼拜。我们特别为几件事情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首先为自己献上祷告，求神保守眷顾我们，让我们用敬虔的心来敬拜神，专注的灵来服侍神。那第二个，我们也为今天服侍的众同工来祷告。我们为了青年敬拜团，为了司琴，为了司会，以及牧师，还有外面在招待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求神保守眷顾，使用这些同工来帮助我们礼拜。那另外，我们也为了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求神兴起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更加合神的心意。那最后，我们也为了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求神带领我们的国家，让百姓都能够蒙福，让我们国家更合乎神的心意。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眷顾我们，充满恩典在我们当中。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您保守眷顾我们，通过一个礼拜的日子，让我们今天又来到你的圣殿，透过礼拜来亲近你。主啊，恳求你与我们同在，安静我们的心，平静我们的灵，让我们在礼拜的过程当中与你亲密的交通，让我们所献上的敬拜是合您喜悦的。主啊，我们也恳求您跟我们今天服侍的众同工都同在。我们特别将青年敬拜团仰望在主手中，主你使用他们成为你贵重的器皿，来荣耀你的圣名，也带领我们敬拜，让我们将我们的心灵跟诚实表露出来，让你的名得着荣耀。主啊，我们恳求您也与我们的教会同在，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去体验你所赏赐无比的大爱。让我们透过彼此扶持、彼此带导，来享受你所赏赐团契的美好。主啊，我们也特别将我们教会的属灵领袖、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子、我们的同工，都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使用这些属灵领袖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加合乎你的心意。亲爱的主，我们也将我们心爱的国家台湾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保守眷顾，让这个国家能够真实有你的公义跟仁爱遍行在这块土地上面。求主保守眷顾这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充满喜乐的早晨，爸爸邀请你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他。当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风暴的时候、困境的时候，更要用信心的诗歌来赞美。在今天，我们要用一首新歌来赞美他，用一个新歌来敬拜他。因为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仇敌都要羞愧了。阿们。我们一起来拍手。我全心，我全心传扬你的奇妙作为，我因你欢喜快乐歌颂你生命，直到永远。你大能的膀臂从未曾所见，向我们彰显每句应许的恩典，从未停止着，你斥着风和浪，仇敌都转身逃亡。当我开口大声歌唱，宣告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看前方，你恩典已经预备，仇敌都收回应我赞美，高处或低处我都赞美。主生命在我里面胜过全世界。是的，我们要带着更多的信心来宣告，扬起我们的声音来敬拜他。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仇敌都要退去了。阿们。从头再来唱一次，我全心传扬你的奇妙作为，我因你欢喜快乐歌颂你生命，直到永远，直到永远。你大能的膀臂从未曾所见，让我们彰显每句应许的恩典。主啊，你从不停歇，从未停止，你斥着风和浪，仇敌都转身逃亡。当我开口大声歌唱，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看前方，你恩典已经预备，仇敌都收回应我赞美，高处或低处我都赞美。生命在我里面胜过。再次宣告，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看前方，你恩典已经预备，仇敌都要羞愧，仇敌都收回应我赞美，高处或低处我都赞美。主生命在我里面胜过全世界。得胜的主，是赐平安的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有平安，我有平安，江河我有平安，我们一起来拍手。我有平安，江河我有平安，江河我有平安，江河在我心。宣告，我有平安，江河我有平安，江河我有平安，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江河我有平安，江河我有平安，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在我心，我有平安，江河在我心。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高举我们的手来向神来赞美。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我们宣告，主送我们的力量已经预备，仇敌都收回应我赞美，高处或低处我都赞美。主生命在我里面胜过全世界。主啊，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哈利路亚！将所有荣耀掌声献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拍手，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敬拜你，谢谢耶稣。
是的，主，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当我们也将我们自己一切的软弱、一切的不足、一切的伤痛，主啊，全然交给你。主啊，你求你的灵亲自来触摸我们，亲自来恢复我们。黑夜笼罩，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界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主啊，使我们经历你的信实。你的信实是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必睁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主啊，你是信实，你是有力量的。我们将我们所背负的一切重担交给你。我们再唱一次：黑夜笼罩，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你的信实，你的信实是我们盼望。主啊，你的应许，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必睁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主啊，我们回转向你，在急难之中。急难之中，我们回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意，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归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将临着。主啊，求你医治我们，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亲自兴起，求你兴起，求你就归去。我呼求你的名，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将临着你。各位弟兄姐妹，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求神亲自挪去一切拦阻我们来到他面前的事物，这些可能是我们在属灵上的骄傲，有可能是我们对于属世的贪婪，或者是我们在关系当中曾经遭受一些伤害。求神亲自来帮助我们挪去这一切拦阻，挪去这一切影响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
谢你，是的主。主啊，谢谢你，耶稣。主啊，你垂听我每一个祷告。主啊，你是信实的神。主啊，你吸引我们来渴慕你。主啊，恢复我们的生命。急难之中，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主啊，医治恢复我们。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求你医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地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是的，主。我们知道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主要你是成就你应许信实的神。主要还是感谢你，主要无论我们唱了什么样的诗歌，做了怎么样的祷告，主要我在敬拜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渴望，主要就是我们能够更深来经历与你的同在。主要求你圣灵亲自触摸我们，使我们经历你大能的同在，在你同在里。在你同在里，我灵得安息。在你同在里，我罪的结局。在你同在里，在你同在里，你医治我疾病。在你同在里，你恢复我生命。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闭上我们眼睛来唱，在你同在里。我灵得安息，我灵得安息，在你同在里，在你同在里，我罪得洁净，我罪得洁净，在你同在里，在你同在里，你医治我疾病。在你同在里，在你同在里，你恢复我生命。你恢复我生命。耶稣，耶稣，求你来吸引我。我真渴慕你。愿更多有你，愿更多有你，耶稣，耶稣，我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更深来渴慕你。
更多有你。再一次耶稣，更深呼求耶稣。耶稣，我们真渴慕你。愿更多有你。呼求耶稣。享受耶稣的同在。我真渴慕你。愿更多有你。我真渴慕你。我真渴慕你。愿更多。是的，主要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主要谢谢你爱我们，以致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而死。主要谢谢你，你是以马内利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无论我们在高处或低处，无论我们在快乐或痛苦的时候，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你都安慰我们，主啊，使我们得享从你而来的安息和平安。主啊，谢谢你，我们祷告不完全，我们要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青少年敬拜团用美妙的歌声来赞美神，荣耀主的名。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记载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32章1到14节，现代中文译本108页。出埃及记32章1到14节。以色列人民看见摩西迟迟没有下山，都来到亚伦跟前，对他说：我们不晓得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遇到了什么事，所以请替我们造个神明来带领我们。亚伦对他们说：把你们的妻子和儿女带着的金耳环摘下，拿来给我。人民就摘下他们的金耳环，送到亚伦跟前。亚伦把耳环融了，倒在模型里，铸成一头金牛。人民说：以色列啊，这是带领我们离开埃及的神明。于是亚伦在金牛像前筑了一座祭坛，宣布说：明天要为上主守节。第二日一早，人民牵来了一些牲畜，有的当生祭烧化，有的当平安祭吃。他们坐下，大吃大喝，狂欢作乐。上主对摩西说：赶快下山，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人民犯罪，背弃我，他们已经偏离了我命令他们走的道路。他们用金子铸造了一头牛，向他跪拜，向他献祭。他们说：这牛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明。我知道这人民多么顽劣，现在你们不要拦阻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灭绝他们。我要使你和你的子孙成为大国。但是摩西向上主他的上帝恳求说：上主啊，为什么向你的子民这样发怒呢？他们不是你用大能大力从埃及救出来的吗？
为什么让埃及人说你故意领他们离开埃及，为要在山里把他们完全消灭了呢？求你息怒，回心转意，不要向你的子民降大灾祸。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记得你向他们发了严肃的誓言，要使他们子孙繁多，像天上星星那么多，并且允许把这整块土地赐给他们的后代，作为永久的基业。于是上主改变了心意，没有把原来要加给他子民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愿上帝赐福听他话语的人。今天传讲信息是我们主任牧师蔡正道牧师，他的题目是《圣经人物系列》第32讲摩西时领袖风范。我们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看完了10条诫命之后，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摩西的故事。在圣经当中，摩西是一个伟大的领袖。那我们今天要从他来学习一个领导的功课。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可以透过你的话语来得着帮助。亲爱的主，我们恳求您的大能恩典保守眷顾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并且注目在你的话语来得着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那我想说，昨天大概台湾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高雄市有一场罢免的这个投票。那高雄市长昨天被罢免成功哈，当然社会上有很多的评论哈，不过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民主的时代哈。如果这个领袖虽然是通过选举选出来的领袖，但是如果他的表现不合乎百姓的期待，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来改变这样的一个结果哈。那所以昨天高雄市民透过罢免到他们过去所选择的这个领袖啊，那这让我们想到一点，就是说作为一个领袖其实是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领袖对整个被领导的群体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一个好的领袖，那在他的领导之下，百姓就能够蒙福；而如果选择了一个错误的领袖，百姓可能就要受苦。不单单国家是如此，在教会的群体当中也是这样。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想一个题目，叫做领袖风范。那我们要透过摩西以及亚伦这两个不同的领袖的特质，来看一个属灵领袖到底应该怎么样。也许在座有一些人会说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我又不是教会的领袖，我也不是长老执事，也不是牧师，也不是小组长，也不是教会的同工，那不需要知道什么叫做属灵领袖的特质但是请大家别忘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被呼召都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有机会就是要去带领人。你有很多的亲戚，你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还没有接受这个信仰，你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属灵领袖。所以我们都要来学习这一个甚至我们在座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你们将来都是教会的属灵领袖，所以你们一定要认真的来学习这个功课。那今天的经文是发生在距离大约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他们到旷野之后，那在这个旷野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到山上去领受法版的时候，上帝给他的诫命法版的时候，结果他上了山大概有40天，以色列人民看见说摩西迟迟没有下山，所以他们就很着急了。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个摩西离开他们，不知道去哪里了。他们想说，我会不会被摩西骗了？摩西绕跑了。那我们在这边怎么办？没有领袖怎么办？
所以他们就跑去找亚伦，要亚伦为他们铸造一个神明来带领他们。他们对亚伦说：我们不晓得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到底遇到什么事情，所以请你造一个神明来带领我们。那亚伦大概是比较没有担当，他就对他们说：好，那把你们的妻子儿女带来的金耳环摘下来拿给我。他就把它融了，把这个金耳环融了，然后把它倒在一个模型里面，就铸造了一头金牛。那以色列百姓就说：以色列啊，这是带领我们离开埃及的神明因为他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真正具体的形象来带领他们因为他们在埃及的习惯就是这样，埃及人他们敬拜很多看得见的形象的这个神明所以他们需要一个这个神明来带领他们。然后他就为这个金牛筑了一个祭坛来敬拜他。就这时候在山上，上帝就对摩西说：你赶快下山，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人民犯罪了，他们背弃我，他们已经偏离了我的命令那他们用金子铸造了一头牛，向他跪拜，向他献祭。然后上帝告诉他说：我现在非常非常生气你不要拦阻我，我要对他们发烈怒，要灭绝他们。但是上帝给摩西一个保证说：我要使你和你的子孙成为大国所以上帝这时候发烈怒，要灭绝以色列人。这时候摩西向上帝恳求说：上主啊，你为什么要向你的人民发怒呢？他们是你用大能大力从埃及救出来的吗？那为什么现在把他灭绝了？这样会让埃及人笑说：你故意领他们离开埃及，然后在山里面把他们全部消灭了。所以求你息怒，回心转意，不要向你的子民降大灾祸。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记得你向他们发了严肃的誓言，要使他们的子孙繁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所以这个摩西就苦口婆心的来向上帝祈求那希望上帝回心转意。结果圣经说上帝真的回心转意了决定不要降灾祸给他的子民。那今天借着这段故事我们来思考一个属灵领袖应该有的特质。特别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两个领袖，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亚伦。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身上来看到截然不同的领袖气质。首先我们来看到他们两个的不一样一个是顺服上帝，一个是顺服罪性。我们来看摩西是顺服神的代表。作为一个属灵领袖我们看到摩西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注意他从在带领百姓出埃及之前，一直在整个带领的过程当中，他都跟上帝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时时跟上帝交通，领受上帝给他的使命，然后他完全顺服上帝交代他的工作。因为他非常清楚，如果不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带领，百姓就很容易迷失掉，上帝的旨意就不能落实。所以他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一个代表。而相对的，我们看到亚伦怎么处理百姓的事情，他是顺服有罪性人的意念。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刚才的经文当中的第1节，他说百姓聚集到亚伦那里这边这个到其实是百姓带着一种怒气一起聚集这个到是含有威胁的内涵，就是他们用生气的语气来质问亚伦说：摩西现在不见了，请你给我造一个金牛来带领我们。所以亚伦这时候胆怯了，他想说：哇，这群这个生气的百姓，我怎么样暂时安抚他们？所以他想说我先顺着他们的意思安抚他们的情绪再说。那当百姓说替我们造个神明来带领我们，我想亚伦大概也知道这样是错误的，可是他好像无能为力，他只好顺服百姓的要求。结果他顺服了，结果就铸成大错。今天我们是一个民主的时代，
讲究是人民为主啊。这个制度当然是历史演变当中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啊，因为国家社会的制度是为了造福人民嘛，创造人民的幸福，当然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优先，人民有权利来选择服务他们的政府。那这种制度是历史以来比较好的一个制度，但是我们要理解，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制度。为什么？因为人有限嘛，人的判断是有限的。我们不要以为公众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民主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机制，譬如说我们选择了一个错误的领袖，一般来说，那我们可以，反正他有一个任期嘛，像我们的制度就是忍耐4年，但是如果这个领袖太过分了，真的不符合人民的要求，我们现在还有罢免权来弥补选择的错误，这是民主的时代。那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是长老教会，我们用类似的方法，但是不完全一样。我们用类似的方法来建立制度，譬如说我们就是没有，我们教会里面没有罢免，我们是利用合会的方式，就是大家开会员合会，来选出长子跟同工来服侍上帝，来服侍信徒。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个方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什么基础？就是信徒跟上帝的关系要很好，信徒的信仰要很好。所有的参与投票选择长子同工的这些信徒，他要用心去寻求上帝的心意，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知道长子同工是来自于上帝的呼召，对不对？我们看到我们在座有很多的长子同工，他们在就任的时候，牧师都会问他说，你确不确信你的职分是来自于上帝的呼召？每一个人都说是吧，对不对？但是他们明明是用那个合会里面会员用选票选出来的，那为什么他们是来自于上帝的呼召？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旨意就落实在我们的投票当中。如果每一个信徒他都跟上帝的关系很好，他都知道上帝要选择哪一位，要呼召哪一位人来担任属灵的领袖，那信徒就照着上帝的心意去投票，我们所选出来的就是上帝所呼召的人。所以这个基础非常重要，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跟上帝有很好的关系。我们用心去寻求上帝的心意，然后透过上帝的心意来选择适合上帝要呼召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人人都寻求上帝的心意，自然而然会产生顺服上帝的属灵领袖。这是相对的，属灵领袖如果顺服上帝的旨意，那百姓顺服属灵领袖的带领，整个团体就得到福气。这才是教会应该使用的制度。所以牧师再说一次结论，所有被选择出来的、被呼召出来的属灵领袖要顺服上帝的心意，而整个羊群都顺服属灵领袖的带领，那整个团体都得到福气。这才是教会应该使用的制度。所以其实牧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我们的长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帮助信徒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这样我们整个教会才会真正的蒙福。牧师也要请各位弟兄姐妹，请大家为牧师跟长子来祷告，让我们都能够顺服上帝的带领，让教会的全体都能够蒙福。这是第一点，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那第二个，我们来看摩西跟亚伦，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怎样？一个是勇于承担，一个是推诿责任。作为一个属灵领袖，他有一件非常重要，就是他要勇于承担责任。摩西明白，要把这群乌合之众，从埃及做奴隶的地方带领他们得到自由，然后进入迦南美地，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他必须要完成使命。所以即使面对上帝的怒气，他还是勇敢的为百姓来求情，希望能够挽回百姓的生命。那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属灵领袖的责任感，
他对他的羊群有责任呢。那我们来看亚伦呢？亚伦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发现亚伦是一个说笑话的高手。我们看到，当摩西看到百姓做这样得罪神的时候，他去质问亚伦说：“这些人到底对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犯这样重的罪过？”亚伦回答说：“请不要生我的气啊！你知道这些人决心作恶。他们对我说：我们不晓得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遇到什么事情，所以请我替他们造个神明来带领我们。结果他们拿金饰给我，我把它丢到火里面，这个牛就出来了。”他把责任都推给别人，他把责任推给百姓，说这些百姓怎样？这些人决心作恶，然后也不是他的错，那个金牛也不是他造的，他把那个金饰丢下去，那个牛就自己跑出来了。这两者的差，你看，完全不想负责任，都不是他的错，都是别人的错。这两者的差别就在这里。摩西是有责任，担当责任，那亚伦就是推卸责任。作为一个属灵领袖，要勇于承担上帝给予他的责任，这是属灵领袖的责任，他就必须要承担起来。所以在座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在教会当中或多或少都有参与一些服事，我们勇敢的把上帝交代我们的使命，把它负责出来，把它做好。那也请大家共同来为教会的牧师长职来祷告，让我们更有智慧来与能力来承担责任。那第三样透过这样我们继续来看，他们两个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摩西是对这些羊群是充满爱心，而亚伦这个领袖是自私自利。我们来看亚伦这个领袖事后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只要自己跟自己没有关系，我把责任卸掉，自己不受处罚就可以。所以他说这个不是我的错了，他一点都不关心百姓，这是自私自利的表现。而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摩西这个属灵领袖是充满爱的。当摩西为以色列人向上帝求情的时候，这时候是什么？是他们犯了大罪，最不可爱的时候。而且我们知道，自从他带领这群乌合之众出埃及之后，这些人就常常埋怨，造成摩西很大的困扰。但是摩西还是替他们求情，因为他是做一个属灵领袖，他是真实的爱他的羊群。我们要注意当上帝要毁掉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对摩西说怎样？这段经文说：现在你不要拦阻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灭绝他们。但是上帝给他一个保证呢，我要使你和你的子孙成为大国。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想说，上帝保证我不会受到伤害，对不对？这些人，我跟我的家族不会受到伤害。这些人本来就是咎由自取，死不足惜嘛，他们自己做的错误自己要承担啊。但是摩西没有这样想，他依然为他们祷告，求上帝来赦免他们。为什么？因为摩西是真实爱这个羊群。这是一个属灵领袖非常重要的特质。我们带领这个羊群，你是不是有真实的爱护这个羊群？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面的保罗也是一样。保罗这样说，我在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常常为了保罗他的心，那个牧者的心肠而得到很大的激励跟感动。你看他这样说，他说：为我的弟兄，我骨肉至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是愿意呀。他说为了救这些人，即使牺牲掉自己，他也愿意。这就是成就什么？成就耶稣基督所说的。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这亲爱在座的属灵领袖，牧师希望你们有这样的心志。作为一个好牧人，就是愿意为羊舍命，就像耶稣基督愿意为罪人而死一样。作为一个属灵领袖，我们应该求上帝给我们充满丰盛的爱心，有爱就有动力去带领人。领导其实牧师觉得领导不需要什么样的策略或是方式。如果你有爱，
你就可以真实领导你的羊群，让你的羊群得到最好的照顾跟保护。最后我们来看哈，这两个领袖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哈。在亚伦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短视的领导者，他只是为了解决一时的问题，那满足这些群众的要求，结果没有办法领导这个群众，反倒差一点使这群群众失去上帝的应许。那摩西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他在向上帝祈求的时候，他这样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记得你向他们发了许多严肃的誓言，要使他们子孙繁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并且应许把整块土地赐给他的后代，作为永久的基业。他用上帝的应许，上帝你过去曾经答应以色列人的百姓的祖先，曾经应许他们子孙繁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啊！你现在要把他们灭掉，岂不是没有办法完成你的应许吗？所以他用这样子来求上帝改变他的心意，结果上帝真的改变他的心意。在这边有些人会有疑问说，为什么靠着人的祈求，靠着人的祷告会影响上帝的决定？上帝不是一个有主权的神吗？但是我们要知道，摩西是根据上帝的应许来跟上帝求，所以事实上不是摩西改变了上帝，而是因为祷告祈求，上帝自己改变自己。因为这个祷告是照着上帝所期待的目的而祈祷的，这是上帝自己的应许。所以作为一个属灵领袖，我们要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并且定睛在上帝的应许上。他必须要清楚的带领意向，他要明白上帝要赐给他所带领的团体的方向，这样他就可以完成上帝交代他的使命。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让我们坚定不移的持守我们所宣认的盼望，因为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所以作为所有的属灵领袖，牧师要你们看见上帝对我们的应许，特别是在这个时刻，我们因为疫情的缘故，目前是我们面对极大挑战的时刻。我们在前年的聚会平均人数好不容易突破了1000人，去年我们也有增长，我们去年的人数平均人数已经成长到1050人，但是因为一场疫情，让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起点。但是我们不要担心，因为我们定睛在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一直努力向前直奔，即使过程充满艰辛，也有困难来阻碍我们，但是坚持下去。牧师深信上帝给双连教会的应许的迦南美地就在前方，所以我们就看着希伯来书所做的这句话，他说让我们坚定不移的持守我们所宣认的盼望，因为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我们一定要对这样有深信，深信上帝要使用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一个领人的领袖，请大家要用信心来迎接这个呼召，我们共同努力来达成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您亲自呼召我们参与你的工作。主啊，求你兴起你的百姓，兴起更多的属灵领袖，来带领双连教会进入你所应许的那迦南美地。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福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在你同在里，在你同在里，我灵的
我真渴慕你。我真渴慕你，愿更多有你。我们这时候把我们的眼睛闭上，好，我们此刻深信神与我们同在，要带给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力量跟祝福。如果你今天听了上帝的话语，你有心要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牧师要为你祷告。感谢赞美神，感谢赞美神。好，我们手放下。我们在座也许有一些人，你正面临许许多多的困难跟挑战，也许是经济上的困难，也许有许多病痛来影响你，让你没有办法这个面对目前的困境。你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或是你内心为了某件事情来担心忧伤的，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的代祷团队会为你来服侍。我们中间这边有需要哈，你举着一直到有人在你的身边哈，后面那边有哈。那其他的人，我们求神兴起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成为一个属灵领袖，带领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得着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安息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再一次得着力量。主，求你兴起众人成为你的器皿，让我们成为属灵的领袖，来带领你的羊群迈向你的应许之地。我们也同时将我们在座遇着困境、内心忧伤的弟兄姐妹全然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亲自赐福保守，让你的恩典，让你加倍的信心充满他们，让他们可以依靠你来面对生命当中的困境。我们求主也保守眷顾我们在座所有弟兄姐妹，让我们充满智慧与力量，将你的话语实践出来，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大家一起来奉献。我请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教会的朋友。如果你第一次来教会，外面还没有写留名卡，位置前面有留名卡，你可以写完交给收奉献的执事，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欢迎你。我们一起来奉献。
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做奉献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单单高举你的名，以喜乐的心来服侍，按着你的标准过圣洁生活，散发出圣洁的香气。求主帮助我们承认所得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也使我们每次都能诚实又甘心乐意地献上1/10。现在我们献上微薄金钱为圣工所用，求你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关心教会事工。本周特别事工，感谢主，我们已在5月17日开始正式3堂实体礼拜，英语礼拜也于本主日恢复实体礼拜，而儿童主日学也将于6月14号下主日开始恢复实体聚会，各团契小组的聚会也已逐步开放，让大家一步一步的回归正常。不过，我们还是必须配合政府的规划，会因此有一些不方便，恳请大家包容配合，愿上帝赐福保守。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的环境主日，呼吁兄姐共同学习成为境中的好管家，善尽生态关怀之使命及责任。第二个，肢体关怀。本会黄正辉执事之母黄赖宝珠执事妈于5月29日安息主怀，定于6月13日本周六上午10点半在第2殡仪馆至真2厅举行入殓火化礼拜，另定于6月14日下主日下午2点在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有洪紫薇之母刘佳英姐妹于6月2日安息主怀，定于6月13日本周六下午2点在第2殡仪馆至真3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请看第5页，青少年牧区的事工有开数学班、吉他班、乒乓球班，如果要参加的人，请跟林玉成干事来报名。请看周报第6页。装备委员会消息，洗礼造就班从6月14号开始，总共有6堂课。想要参加8月23受洗的兄姐，请向郭瑜勋干事报名。第3个是儿童暑期活动，从幼稚园大班到6年级都可以参加，请跟吕素芬干事报名。我们请蔡牧师欢迎来宾及补充报告。大家平安。请问我们在座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礼拜的弟兄姐妹？牧师来介绍。那牧师补充报告一点，就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6月份的圣餐还是暂停一次。我们会一直到7月份，我们就会预备圣餐。所以请大家也为了疫情来持续的祷告。那愿上帝赐福保守眷顾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赐福保守。